楊氏大宗祠啊！我哋37號。未有得食就先喺旁邊逛舊物倉。呢度係前身係北山戲院啊，應該超過半個世紀㗎啦。好好睇啊！呢度好特別，通都係自己啲文創。昔日戲院嘅大銀幕。楊氏大宗祠啊！呢度啊。大宗祠話係依家好多人喺度跳舞啊！大姨媽廣場舞。我哋食網紅泰國菜。慢慢啊！啊，可以啦，可以。下一張台到我哋嘅出邊啊！哇，好嘢！呢個位我冇諗到喺出邊都有位置可以，但我哋咁樣一望過去就可以望到歌手啦。送给你们，那么接下来继續有請到我們的下面兩個。你影到，你埋呢包會唔會咁好睇啲啊？好大碟喎！係啊！哇，好正啊！試下先，試下先。圓圓，個口感點啊？好味啊！羅羅蝦，有水啊！睇嘛，泡片唔係好，係咯，你 A 或者 A 份，你諗到薄荷葉，係啊。來一起啊！祈禱店。係啊，準備入去睇下。入去啦。好啦。歡迎光臨，豬籠入水，手作糖水，細火慢熬，古早甜味，一半生活，一半煙火。豬籠入水啊，算係珠海新派嘅糖水鋪。佢令我諗翻起香港嘅許留山啊，大概10年前嘅許留山啊，喺當時啊算係新派糖水，曾經風光無限啊。先點嗰個乜嘢啊？第一個，最多人點嗰個3000幾個。3000燒羊。哦，我都試下呢個英絲咁樣，魚龍入水。要不我先幫你吧。雞蛋仔，雞蛋豆啊，咁樣。斬仔啦！雞蛋仔嚟嘅，好香，見到我。呢個係咪珠海甜品第一位啊？係咁講。嗰啲庭院整得好靚。係啊。古早甜味。2017年豬籠入水總店。歡迎光臨。12點半到11點。珠海甜品講第1名。邊一個評㗎？你好，手做糖水可以了解一下。歡迎光臨。2026必點講手做糖水。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請多啲互動 ，subscribe 俾 like， 多謝你。聽完喜歡你就同你講拜拜。